前生活怎么过，哦，因果啦就是迄个做大家经济拢无好啦，有一寡较有钱的人，一寡拢是迄个做田人拢都爱甲迄地主租土地，租土地，迄土地是安怎呢？伊安尼地租哪来哪贵啦，贵到迄个做田人有诶伊若是讲一担的是着爱3000斤尺啊，还是着5000斤尺啊，有诶安尼相拼，讲我做较济，你做较少，安尼生活上真歹过。迄个所以讲了后迄阵担心一直在实施即个375减租。375减租是安怎来呢？因为你即个土地，互你种，一担着爱3000斤还是4000斤的尺啊？因为较早的产农拢无管啦。普通的切来产量拢差不多到4、5千斤尔，所以你这些人安尼辛苦为经营出来一几尺啊迄个，迄款做尺啊拢是互地主啦，地主收去啦，收去的是即摆这些人是我煞未来要食啥？未来要建会番薯啊，长牛啦，所以食番薯啊。较早的人拢食番薯过日呢，有迄个3顿煮饭淋一罐米，讲啥8边啊，这个要互人食，即啲啊，食互囡仔食，大人食啥？食番薯签，番薯签毋是讲即阵你卖讲1斤30块、50块迄个番薯签嘞，伊卖番薯签是安怎？正正的，收起来，即摆规个做一个落去，咱就撮番薯啦撮番薯，用迄机械，上头是用手来刷你来，刷了拄久。无你俩你气，插你个边咧踹落所以买来的时阵迄番薯签就是安怎，读了低价、无价、人价，拢总是内面拢是同一个厝间内底番薯签放伫遐，番薯收了即摆来开始食番薯签，番薯当伫咧涂骹拍了。拍落去即摆搁现在下段成果，番薯签会熟啊！你煮好了会当食呢，无加牛加猪做好食，番薯签就是拢咧饲猪的啦。人咧食的，那就是番薯签。自从到尾了后实施这375减租。375减租就是讲，你的土地偌济，互上者，了后就定讲你的迄个租金会使摕375%，375减租。375村咧，迄农民才有即个能力来加减食一个米。了后进一步，375减租了后，即摆是耕者有其田，耕者有其田，土地放领，土地放领，政府拢专门
啊，这地主的土地，你就会使留2甲3甲尔，做咧拢袂使。啊，收来放领互迄做田人，啊，互做田人吼，你欠，你等豆豆啊落，做3冬5冬10冬了后，迄个土地才归你的。所以以后大家当平均财产拢较平均啊。台湾的经济拢是遐起飞的，啊是做田人吼，是足辛苦。迄阵啊，要种偌济切啊，迄个说要爱肥了，即个种切你若无肥了，种袂起来啊。爱肥了，咱笑是跟你讲一个笑话，我拢是连春行控制的。连春行就是李连春，后壁啦，迄阵做粮食市场，粮食局长，台湾规个迄个粮食拢伊咧控制。啊，即个做些人要爱肥，迄阵拢肥了，无咧做，但是本面。啊，台湾是啊，种切啊，去日本换肥转来。100斤切啊，差不多换1块肥尔。啊，迄吼，做事人就无法度，做嘛是安尼，就爱过啊。安尼，才有法度安尼粮食安全生产，人民才会当安居乐业，即个群居结平啊，才有法度来维持。迄阵的公教人员，拢是用配给的啊。迄个比的是你的薪水以外，配去比。啊，咱公教人员即个比，有咱拢是咱平年吼啦，甲迄个拢是有咧控制。所以连李连春足啊看台湾的迄个做农业经济吼。足发达，大家拢袂去摇着法度，所以你讲较早即个老兵，真辛苦，拢互因领。即摆农民，就是较早农民，就是咧足辛苦，趁钱来做事，来互即个人，安尼。政府咱摕一寡讲，互即个农民老农，我领一个津贴，这是一间，这无过头。伊老兵为了国家，这农民嘛就为了国家，所以食老啊，即摆经济较歹啊，经济较好啊，一般的经济较好啊，做事人的经济较歹，所以有即个老农津贴。咱互因安尼贵啊，像日伊5500，即摆领到7000块，是安尼来。伊话到，佫过到有啥物？